2025 MT-07 YAMT 自動變速系統，當選擇 AT 模式時，選擇 D 模式會快啲轉波，行車表現較為柔順，亦都較慳油。選擇 D 加模式時，系統冇咁輕易轉高波，處高啲轉數更有衝刺感。新嘅客製化 YRC Ride Control 駕駛設定，可以控制 Traction Control 及引擎出力嘅程度。Power 有4級調校 ，Traction Control 有2級調校，按照唔同比例組合成預設嘅 Street 同埋 Sport 模式。車主亦都可以喺 Custom 模式中自訂引擎出力度及 Traction Control 嘅組合。2025 MT-07 其中一個賣點係可以顯示導航資料。我哋嘗試過行車實拍，但可惜因為角度問題反光，睇唔清楚，所以我哋用 Cap 圖方式說明 MT-07 嘅導航畫面係點。用家先用電話下載 Y-Connect 及 Garmin Street Cross 兩個應用程式，再經藍牙配對車機。啟用之後就好似一般導航軟件咁，可以輸入目的地、展示行車路線，或者搜索附近有啲乜，例如油站等設施。Garmin Street Cross 以箭嘴及距離指示導航資料，相當清楚。用熟咗之後就可以收埋個電話架，電話放返入袋，相當方便。